嗱，想要改變命運咧，就從呢一刻開始啦。呢個花園夠唔夠大啊？足足170個方俾到你啊！而且呢個別墅嘅話，總價都只需170萬就可以攞低，而且仲帶精裝加附，地面3層。嗱，感受下呢個花園真係夠大噶，養下寵物或者帶埋屋企人喺呢度燒下烤都相當之方便啦，係咪？嗱，入到嚟咧，客廳都相當之大啊！呢邊就係餐廳嘅位置，仲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俾到你。咁呢邊附近咧，翻香港仲有直通巴士，而且仲有高鐵可以無縫接駁翻香港西九龍嗰邊。嗱，入戶咧就喺呢個位置啦。我哋而家落去睇下地下室先。嗱，想要改變命運咧，就從呢一刻開始啦。地下室仲帶埋一個採光天井，呢邊咧3-5支機喺度娛樂下都冇問題。仲帶埋一個超大嘅一個酒櫃俾到你，嗱，喺度飲下酒傾下偈，相當之舒服，係咪？健身房就喺呢一邊啦，你最 fit 嘅身材就喺呢度完成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電梯嘅位置啦。電梯嘅話仲可以去到負2嘅地下車庫，嚟再回頭感受一下呢個地下室，功能相當之齊全，係咪？嗱，呢度主人房都相當之 OK 噶。咁大嘅一個落地玻璃窗採光嘅陽台，3邊落床，仲帶埋一個大浴缸嘅洗手間俾到你啊！企缸馬桶都準備好晒，可以帶精裝加附嘅。嗱，咁呢個戶型咧230平方，主人房呢邊咧仲有一個咁大嘅衣帽間，成排嘅衣櫃。如果做咗俾你老婆嘅話，仲唔冧死你啊！嗱，呢邊咧3樓就做咗3間房嘅，呢邊就係主人房，公共洗手間咧就喺呢個位置啦。呢邊仲有一間細翻少少嘅客房俾到你，再過到嚟呢度咧，仲可以做一間兒童房。嗱，成個戶型230平方，做3房，超大嘅花園170平方，總價都只需要170萬，仲帶埋精裝，仲有香港直通巴士，仲可以坐高鐵翻香港喎。附近仲有萬達商圈，交通配套，生活都相當之方便嘅。嗱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聯繫阿湯攞資料啦。